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是阿明张伟民。这个清明哦，真正互真侪家庭破碎。咱讲70外当来代替上严重的这个火车事故啦吼，造成着50人的这个死亡，另外200多名是受伤吼，包含咱看到书记员也好，助理书记员拢总过身吼。本地咱讲吼，这个工程吼，就是1月要来完成，但是咧延签吼，甲这个要到4月20啦吼，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赶工这个因素，地区这个风险管控来失灵吼，造成这回严重的这个事故吼，咱今日要好好来追踪吼。本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工程这个负责人吼50万块要来交保，4月初4咱看到讲已经撤销交保吼，收押禁见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回事故嘛造成这个交通部长吼林佳龙已经化工要表达伊这个实质的这个意愿，昨嘛伫个这个面册写军面吼。咱就看到讲吼，即阵这个塔罗科吼车身脱离这个崩坑这个进度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第1节、第2节吼，伫迄动工吼，都来咱脱离啊吼。另外咧，这个4月初4吼，翻点过吼，第3节的这个车厢吼，才豆豆这个脱出来吼。另外4月初4下晡5点半这个时阵才脱出这个崩坑吼。啊，4月初5咱讲吼，真正这个部分吼，可能已经要到内底吼，所以吼有难度啦吼。今仔日翻点这个2点吼，这个15分吼才脱出来啦吼。另外咱讲到第6、7节吼，个第8节吼，这3节因为这个车厢拢是变形吼，所以咱讲这进度小可较慢吼。但是咱嘛讲着吼，什么时阵会当来通车，可能嘛要等到4月20吼。所以咱讲这么严重的这个事故以外吼，这个异常工程社负责人这个李义雄吼，伊就咱头讲这个收押禁见吼。咱嘛看到讲吼，专案另外是毋是牵涉到这个照牌来去投标咧？另外这个施工单位和监造单位包厢是毋是这个强犯的这个结果啦吼？是毋是违反到这个政府采买法、营造法啊？代替第一时间嘛讲吼，爱赔偿到这个受难者吼，但是咱嘛向吼这个包厢追究这个责任，但是咱讲回过头这个代替的这个责任，安怎一条啊一条吼如何清楚？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追踪。首先来邀请所有这个来宾哈，第一位咱邀请这个台北市这个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曾君伟。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盛信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时代力量地库执行长李条立。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透过连线要来连线这个代替产业工会代表区明杰，明杰你好。大家好。是啊，首先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工程车的这个负责人吼，伊即阵咱讲去用收押禁见吼，尤其咱讲吼过去有一度吼，咱讲伊50万来交保吼，但是去用撤销啦吼。啊，过去咱嘛看到讲真侪受难者的这个家属吼，话讲敢若亲像一条命是1万块，安尼50条人命50万块来交保吼，真正是不值啦吼。但是这回已经有这个吼，从这个断证，啊，还有这个消灭证据的这个义务，从来收押禁见，先做来看。本人在此深表懊悔，并致上最诚意的歉意。本人一定会配合检调的调查及侦办，负起应有的责任。未经被请落来，义雄工业社的负责人李义雄看就是忝忝啊。原本是50万块交保，经过检方的控告了后，花莲高分院初时早起撤销原本的裁定，花莲地方法院重新开羁押庭，暗时裁定是羁押禁见。有事实主任李义祥先生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伫事故迄一天，李义雄甲侦查队讲，现场敢若有伊一个人。警方后手传4个议庭营造的员工，伊嘛讲迄天拢休困。不过根据旅客翕到的相片，现场至少有5个人伫咧边坡顶悬咧看，徛伫咧边仔，疑似是设计建造单位联合大地的员工。每张影片内底拢会当看到李义雄穿蓝色衫、朴色的裤伫现场来去去，证明现甲伊的讲法无共款，嘛互罹难者的家属是真受气。他不该说话。他一个人是害死这么多人呢，还有的受伤的在在医院里头呼吁所有的民众，如果当时您有在现场拍照，或者你知道在场人的姓名，请跟我们花莲地检署这一个专线联络。
这个事故造成重大的伤亡。李义祥去互表出，伊嘛是义祥工业社甲义庭营造的负责人，因为这个1亿2000万的工程有甲级营造的限制，义庭营造资格无符合，所以违法挂名，甲当时营造的工地主任照牌去标案。业界指出，这是代替内部典型的照牌文化。杜绝这种走白的文化，你就给一个合格的甲级照去承包，怎么会出事情？他就会做施工防灾计划，他就会委外审查。这套机制啊，防止灾变灾难发生的机制本来就存在的。除了认为代替花莲公务单、建造甲专业管理单位拢有疏失，台北市土木建筑协会理事长伊丽嘛批评讲，代替内部的连带关系是真复杂，若无彻底解决这种照牌挂牌的文化，也唔知影会有偌济亲像李义祥这款人，使暗部照牌冒工程的代志无妨发现。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这个工程车吼乱停吼，造成着50人的这个死亡吼，200多个人这个受伤吼，敢是牵涉到这个过失致死。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李义祥嘛牵涉到这个营造业法吼，身兼这个施工厂商甲这个工地主任吼，咱一条一条好好来看吼。首先，咱看到讲吼，这工程车弄着塔罗科吼，这个车吼真侪点的，好好啊讨论一下吼。第一个就是这个工地这个场所吼，工地主任为什么是停工期间吼？为什么搁登去到这个现场吼？啊，监督单位咱讲吼，代替者是毋是有失职的？咱首先来请教吼，这个曾军伟啦吼，这个咱的这个理事长吼，第一个时间咱讲吼，这个清明这个时间已经停工啊，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工程本地伫1月就要完成啊，为什么吼？拖到即阵也要完成啊？偷偷登去现场违反着什么款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部分？咱一般咱做哪哩休困的时阵啊，咱有当时人讲，你正讲要咱休困的时阵去施工，是，咱来先报备。你做若无报备的时阵哈，理论上你就是迄当阵你就袂使施工。啊，咱这个工地主任为什么去现场？当然嘛是爱去看讲哈，你该会去做咱讲检调，该去了解。是，讲你要去做工地维护，还是你什么物件你无做完，啊你要去家己工程，你家己去看。好，这嘛有可能哈，咱定定工程。有当时现场，咱爱有一寡维护人员，咱讲的，你要有人留守人员，啊，是毋讲你那留守人员是毋是讲，啊，你今日工地主任，你是毋是迄工去，哈，你就是有啥物代志，还是要去遐留守，啊，要做啥物，咱讲的啥物公安的啥物维持，还是啥这哈，所以爱去了解讲，伊这停工期间，伊敢有报备，哈，讲咱要讲，咱要做啥物代志有报备无？啊，这若无报备的时阵，伊去的时阵哈，啊，即马讲咱讲的后壁一连串的疏失啦，哈，才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意外哈，是，咱可能爱去了解，甲这资料，伊有迄个施工日志，咱讲的哈，伊施工日志哈，咱来看卖安尼哈，所以迄部分我爱去了解，是，我爱了解啦哈，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另外，亲像伊若真正要去看工程车是毋是爱停好好势哈，即个咱看到讲，伊安尼输诶出落去啦吼，啊，咱讲吼，伊讲这个施工，这个厂商伊讲有这个手动哈，但是咱看到讲吼，买手吼去看的时阵。啊，停伫咧这个空档内底啦吼。另外，工程车吼停伫咧无平这个所在吼，停伫咧厝的这个架吼。买手人个看到讲吼，车头是吼，这个咱讲吼落架的这个所在吼。所以这个部分咱个请教吼，这个教授啦吼。咱来看这个工程车伊本身吼停的这个所在，就真大的这个疑虑啊吼。这个部分甲咱说明一下。好，因为实际上按照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卫生作业规定，工程车停的位置可能已经违反这样的作业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的第116条里面有说，基本上我们的工程车辆机械不应该停在斜坡斜面上面，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除非说它有做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它可以在这边停。那另外118条这边有说，在工地的这些施工变道的安全性，必须有适当的措施加以防护。那因此看起来，现在这个施工变道本身的安全防护也不够。OK， 所以基本上从我们劳动部相关的法令里面来说，这个工地应该是符合劳动部这个法令当中的丁类的危险性工作场所。那又违反这两个规定，所以工程车本来就不应该停在这个上面。那停了，那但是又因为防护措施不够，加上可能是因为它本身的疏忽，没有拉手刹车，然后也没有去用适当的轮挡，一连串的过错所造成的。但是除了违反这个作业规定以外，可能另外一个比较深层的部分就在于说，实际上呢，在这个工地来说，它也有劳安的相关人员，包括了说今天在监造的单位，
联合大地它也有劳安的主管，那在我们的营造的厂商本身，就是现在的东兴营造，它也有劳安的主管，可能本身我们这一位李义伟他就是属于劳安的主管之一，所以在针对工地的本身劳动安全检查这个部分，好，它本身劳安应该做到的，它就违反刚才2个作业的规定了。那比较不幸的是说，除了这个违反作业规定本身以外，那我们针对这些工程呢，也应该要针对工地本身的安全去做特别的风险的评估。是，好，那因为这个是属于对台铁来讲，虽然这个工程的金额不是非常的大，好，那可是比较麻烦的就在于说，今天呢是东正线、西正线这2条线是平行的，西正线的工程在施工，极有可能对工程在东正线造成影响。无论在做这个明隧道或者这个边坡，都可能因为工程机械、土石方等等的状况，导致可能今天东正线会有异物入侵，对烈士安全造成影响，所以这个风险是比较高，后果也比较大。是。那比较可惜的是，今天无论是在我们的设计的单位，也就是设计监造的联合大地，针对这个风险辨识可能没有很完整。那另外是施工的厂商。他即使在这样情况底下，他也应该有自己的风险评估。第3个是因为台铁这个工程已经委托给一个专案的管理的单位来做专案管理了，所以显然这个专案管理的厂商也同样没有认为这个工地有这样子的危险，所以需要再针对这一个在边坡上的施工变道去做特别的防护，是可能不只是工地的围篱，工地的围篱也挡不住，纽泽西护栏可能也没有办法挡得住，可能是需要无论是用钢板桩或钢轨桩去增加这些防护的措施，是甚至于是说今天我们有异物入侵轨道的系统，乃至于说今天我们施工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尽量安排在夜间，然后要是有车辆进出的时候，都有人定期在这边去做监视，而且禁止车辆停放在边坡上。其实这些综合起来来讲，是有非常多道的防护的措施。就是讲吼，这阵的这个防护啦吼，这个措施吼，一关卡一关吼，卡甲真密，但是这每一关若是吼一关吼，拢无卡到吼，就是出问题啊吼。那么看到讲吼，其实吼，这个标案的这个审查吼，你讲吼，这个营造的人吼，也是讲吼，这个监控的人，也是讲这个施作的人，敢会使是共一个？咱看这阵就是出问题啊吼。啊，咱讲吼，代替真正敢无责任吼，代替伫遮，伊负责着讲吼，这个发包出去，但是你后尾手管理的这个方式也好，也是讲吼，这个吼审查这个部分，你到底有好好落实无吼？首先，咱个先请教这个条例啦吼，这个代替者吼，到底是出什么问题？我是感觉这新加2018年的迄普悠玛案真相像，是，但第一个时间拢是讲这是司机的问题，迄可能是司机无的问题嘛，讲伊个超速啊啥，无照规定来驶。啊，即届拢是另外一个司机员是车无停好，啊，毋过啊，到时人一问讲啊，代替是出现问题，无人讲。但是第一时间你看迄头一届迄司机员的迄惩处啊，上重就是伊，其实大过就是伊尔。啊，以后后来阮看迄用云南会报告，啊，到后来惩处，就看讲发现讲这毋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代替规个问题，到时能够讲4大根源的问题，长久以来代替一直无改善的问题，啊，即马改善了无？这是阮什么上爱问的。我譬如讲，我来问讲，当即马咱新闻咧讲嘛，这10年来代替出包99摆，是啊，像旧年讲旧年就好啊，旧年有迄断轨铁桥断去44公分，啊，够两辆弯车甲驶过，直接头一个是普悠玛号，佫是普悠玛号，是。啊，迄当阵嘛，交通部长的林高龙嘛就讲伊就是进去，因为爱彻查啥。啊，迄当阵嘛是足可惜是讲，啊，应该是来看讲代替为虾米这系统性的问题一直无改善。啊，到时讲阮遮安全，到拄啊像教授讲的，一关卡一关，啊，拢都无处理。这是阮后来即马应该是豆来看讲。为什么阮的这事件一再的发生？是，咱继续要来请教吼，伫咧这个民革啊吼，尤其吼你嘛是这个代替这个员工吼，看到这件代志，其实你嘛是真这个不忍心哈，但是这个代替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你先甲咱说明一下。这代替问题，大家看拢真侪哦。啊，主要是有一寡物件哦，拢无咧改善啦。是。咱看到一寡员工啊，若受伤哦，家己嘛做痛心的，啊一寡是家己同事受伤，啊一寡是旅客受伤哦。
啊，所以足侪人会抱怨讲，咱台铁啊，咱做代志咱做成安尼啊。啊，主要是咱一寡咧政策的拟定啊，一寡物件咧改善吼，咱无请咱员工来讨论啦。啊，咱一寡咱这员工咧做代志拢看较济嘛，看较真切。啊，所以有咱要反映一寡物件吼，咱关键人拢无想要当讨论。哦，比如讲有人讲咱大学问大吼，啊是讲我规定来，你就照规定来做就好。啊，不过一寡规定吼是拢知爱难行啊，啊，比如讲要求的很高度的要怎么样做，啊，不过你无互我人啊，无人我我是车头的人吼，啊有当车头人就无够，啊你讲要安怎服务啊，甲人顾安全咯。所以有一寡物件主要是一寡咱改善的物件，咱关键人拢无讲来讨论啊，所以一寡叫阮家照规定来做咧，啊若有当做袂好啊，就是无办法做吼，知爱难行啊，就拢无办法啊。是。这个民计是讲到吼人力上的这个问题吼是真大的这个部分吼。啊，过去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这个过去这个普悠玛事件吼，咱讲代替嘛有这个决心要改革，但是改革可能做一半吼。这个咱看到交通部长迄当阵林佳龙上任了，可能就坑咧吼。啊，地书这回咱讲吼，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吼失觉察吼，但是失觉察的这个部分，咱就讲吼造成着50人的这个死亡吼。咱嘛看到讲吼，运安会嘛取到这个火车迄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啦吼，啊，知影这个火车对咱讲这个任何崩坑出了后，就去弄到这个工程车，佮继续冲入去这个崩坑内底啦吼。啊，内底咱嘛看到讲火车的驾驶哦，其实伫咧过程内底反应的时间无够10秒吼。外界嘛咧这边讲，若是这个伫发生吼这个代志的这地点有设到咱讲吼坎卡，也是讲吼这个山卡的这个过境系统，都应该当减少灾害哦。请做回来看。大型机具一直赶工，希望将车厢全部顺利散出来，代替泰鲁5号发生重大弄车事故。规个事件原因，目标拢指向边勘整治厂商的工程车。运安会找到列车行车记录器来分析影像，也看到惊险的事发经过画面。等于在第8车往外的司机驾驶上方的 CCTV 仁和隧道一出来，开始计算他撞到事故的工程车，以及到清水隧道这一段，大概不到250公尺，的确是不到10秒钟。运安会指出，列车为任何崩坑出来，画面中就看到铁轨路顶悬的工程车，结果列车直接弄起嚟。伫驾驶室倒边的司机会冲击上严重，甩去列车弄入崩坑。这段过程驾驶员反应时间无够10秒，也互外界质疑确实伫事发地点设有边勘过境系统，可能就阻止这场悲剧发生。他就是做这个边坡的这个工程，用工程把它做一个永久的改善。但是有些地方是没办法改善，他就用所谓这个侦测的方式来告警。但是侦测器它是从今年跟明年总共25处才会这个完成就是今年是10处，明年15处。交通部指出，代替有1000多公里，无办法全部拢设边勘过境系统，所以对应实际处理的部分，会利用工程永久改善。若较歹实施的所在，会采用边勘过境系统来处理。伫今年、明年2年投资2.75亿，设置15个边勘过境系统。另外，运安会所接来行车记录器、司机员通话记录。ATP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这个资讯，会继续做资料解读，如果这2天会整理出来，就知影更较清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头拄也讲到吼，这个任何崩坑吼，伫这个所在吼，咱讲吼，这个自北要往南吼，来到这个花莲，这个另外这个崩坑清水崩坑吼，这个咱讲吼，这个公尺吼，差不多才287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吼铁轨路内底，伊个挖一个挖吼，咱才会当来到吼这个崩坑内底啦吼。所以迄当阵若是讲吼，这个司机员吼。看到吼，真正已经出来这个工程车，其实伊这个反应时间，咱头拄讲吼，真正少吼，看啦，这个6.9秒啦吼。若是以这个列车这个时速130公里来去算，干啦6.9秒。但是咱看到这287公尺的这个部分啊吼，伊讲吼，这个若是规个吼列车要动停，爱17秒吼，将近17秒这个时间吼。但是咱看到讲这工程车，因为无停好势吼，安尼出落来，早就已经伫咧这个铁轨路头顶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
这个部分啊，就是这回做事的这个原因伫咧吼。啊，另外咱嘛讨论着讲吼，这个边坎这个设施吼，交通部即阵要补破网吼，建议要投入2.75亿啦吼。但是这要设25位警示的这个系统，但是咱看到讲吼，过去咧讨论这个 ATP 啊，还有 TSMC 啊，好啦吼，啊，搁有这回咱讲吼边坎的这个管理啦吼。迄当阵2018年吼有发生的普悠玛事件的时阵，就讲要做这个边坎的这个部分吼，为什么到今也未完成咧？咱应该安尼讲啦，台铁，咱咧讲铁轨咯，是一般甲高铁，甲咱捷运，伊个系统无啥共。为什么讲台铁？伊的全长，主要100几公里，是啊，100几公里，为什么讲哈？咱即马你做遮的一寡讲，咱讲所谓的，即咱讲高铁讲的迄义务路线哈，因为咱高铁本身伊本来拢是专用道，是，不管伊用高架还是啥，还是隧道。伊做相关的咱讲入侵的系统的部分哈，对高铁还是对捷运来讲，伊较好处理，较好做。伊嘛是尾也较时间的，所以即马较时间、较新时间的时阵，伊甲系统做阵做的时阵，迄较简单。是啊，咱代替咱千外公里的时阵哈，伊敢若知影讲，依照伊的风险程度，咱讲的伊的施工的风险程度、安全程度、伊的义务路线的程度，伊去做。所以咱讲伊甲种要做25处。伊做到，伊就是做咱的平交道 ，OK， 还是讲咱的合同，讲有他们，迄咱讲地质敏感区的所在，有可能有山崩的所在，伊来去做义务入侵。啊，咱来看这个代志就讲，不过伊即摆内底爱去重新去检视，就是讲哈，主要讲时间，因为遮主要是讲，伊即摆是这个时间，伊时间嘛是为了安全，要来改善咱一个铁轨路的安全。是，啊，伊时间的时阵，伊的施工的安全的风险意识太低啊。OK。咱讲哈，你讲这段的时间，一般来讲，施工单位还是咱设计单位，应该爱对这个施工对咱这个铁轨路的安全的影响，伊就爱想讲，我即马在站施工的时阵，我是有啥物物件，我无拄会落落无 ？OK， 我的机械会落落无？啊，你讲要来做这一寡防护啊，是讲义务入侵的时阵。理论上来讲，是这个施工单位，这个整个规划团队应该爱来做这个代志。是啊，你讲代替咱做这施工的所在，应该委托了讲施工，你就爱有编列这个预算，当这个咱讲的做这个义务入侵的警示。是哈，所以这哈，咱即马代替可能爱去重新咱讲去检视讲，咱有偌济工程，咱即马你做。OK， 即摆你做的时阵，如果讲有剩接近的所在的时阵哈，紧甲讲咱爱做的防护哈，咱的施工评估、安全评估哈，做若无考虑好的所在，有可能有这种还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时阵哈，紧甲相关的安全防护甲做好，甚至你讲义务入侵爱去做，爱监测无，这爱去做，咱去做掉。有影啦吼，但是头拄啊，这个吼，这个军委吼理事长其实有讲到吼，甲高铁啊，甲是甲这个捷运吼，其实系统无共款，但是咱看。高铁顶真的这个情形，有人就讲吼，连一个吼，这个螺丝都袂当落落去。吼，这种顶真的情形吼，代替站敢有咧吼，咱继续落请教这个吼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吼，代替一个遮虽然咱讲发包出去吼，但是代替本身的这个责任，过去吼因嘛有家己的这个吼公务系统啦吼，但是为什么无信任家己公务系统？啊，到这阵吼包厢出去佫出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款的这部分？好，我想在轨道系统的部分，事实上不管是高铁、台铁或者是捷运，在轨道系统工程里面呢，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所谓系统安全的系统。好，那现在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系统，我们叫做 RAMS，RAMS， 指的是可靠度、可维护度，然后呢，列车的可用性，还有安全的系统，叫做 RAMS。那根据 RAMS 这样的精神，可能各国会有不一样的法令的规范。欧规的系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 EN 50126，好，另外还有50128、50129。那么我们的台北的捷运还有高铁系统呢，他们是比较早导入整个 RAMS 的精神，然后比较欧规的50126去做整个系统的规范。因此，不是只有在它一开始的工程，包括土建工程的设计施工，包括它的机电系统的设备、通讯号志。甚至于列车的营运、保养、维修等等，都依照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建立它自己的系统。好，工程的部分也是一样。那台铁的部分呢，事实上也当然是可以导入像这样的一个系统。那比较可惜的是，可能台铁在这个部分做的比较慢。但是在我们实际上在交通部的运输研究所，我们叫做交通部运研所。在103年的时候就已经委托了中兴社，做了我们叫做轨道系统的自主风险、自主安全管理这样的研究。
104年也做了研究。那在这2个研究里面，事实上我们的中兴社呢也针对，他也研究了台铁，那也研究了我们阿里山的森铁，那也研究了各国不同的制度，那也在最后报告里面也提出建议，基本上是希望台铁能够建立这样的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是，在现在交通部底下有一个单位叫做铁道局，事实上铁道局是负责我们所有的轨道系统的安全监理，包括了高铁，包括台铁，包括捷运。在铁道局底下有一个组叫做监理组，事实上呢，每1年这个监理组就应该要针对所有的轨道系统的厂商，包括台铁、高铁、捷运等等，出具所谓的安全报告。那同时也针对这些厂商相关的安全的规范，刚刚讲的，无论是在轨道系统、通讯号志系统、列车等等工程的部分，都应该有这些制式的一些作为。那在之前普悠玛事故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提出了质疑，是说为什么在整个检讨里面呢，这个负责监理的单位叫做铁道局，一直没有被整体检讨到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讲公路的话，监理单位就是公路局负责去做监理，所以车辆的规范等等是公路局来做。但是我们的铁道局做了什么？所以回归到现在的这个问题里面，变成是第一个是台铁本身。他并没有做这样的系统，那为什么今天交通部或者是交通部底下的我们的铁道局没有要求他去做？而且像这个运研所的报告是103年、104年就做了。假如早开始做，也许普悠玛的事故就不会发生，因为那是在普悠玛事故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跟建议。那同样的。假如按照这样的报告建议，台铁本身无论针对它的运务、公务等等，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安全监理制度的话，那很显然，像这一次的这一种高风险的工程，在一开始整个我们发包给所谓的 PCM， 就是我们的专案管理厂商的时候，这个专案管理的厂商就应该代替台铁，因为它是被委托这样的责任。在一开始风险辨识就很清楚，所以在规划设计单位联合大力这边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去做。相关公安设施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应该有责任去看到这一点了。你是讲铁道局的这个部分，铁路代替本身，铁路局所委托的 PCM 的厂商，但是铁道局虽然讲委托给别人啊，但是这个公司无负到责任啊，铁道局哈，他还是有一些责任。但是今天我既然已经把专业委托出去了，就像今天我们去看医院去看医生，今天我是委托医生来帮我做手术，我不会说我自己还有什么责任。好，医生要负这个专业上的责任，当然最后最大的责任是台铁负，这跑不掉。可是就专业上来讲，我今天已经把这整个专业的案子委托给你，全权授权给你，从整个规划设计到监造到营造这边都由你来负责去做看管的时候，你这个专业的厂商就不够专业了。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回有人讲吼，伊这是一关骗过一关吼，骗3关的那部分吼。虽然咱看到讲吼，这个代替吼委托这个顾问公司然后，顾问公司下底，还有咱讲营造公司，还有施工的这个厂商吼，咱嘛看到讲吼，理义上吼，伊是一关骗过一关吼。伊讲吼，这个工程这个部分吼，佫会当挂另外一间公司吼。头拄咱嘛有看到讲吼，这个是照牌的这个部分吼。条例咱看这个照牌这个部分，代替是出什么问题？咱讲虽然伊已经委托出去啊，但是伊本地这个责任，安尼敢讲会过？这个采购法部分真的要讲的细一点。过去我在投入智库之前，曾经做过政府的标案，事实上这种资格的审查很严谨。为什么？因为公务员非常非常害怕这些发包出错，所以呢，你有没有违法记录？那你这个工程过去品质怎么样？其实都会做简单的打听，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像东兴营造，像义祥工程社，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获得这个标案，而且这些是涉及安全的重大的标案，所以这是第一个失灵。那第二个就是说，无论那个台铁，无论怎么样去圆谎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事件，还是要回来看说。我们过去的那些检讨报告为什么没有落实？譬如说，我们讲说去年才提到说，这个144项的的应该改善的事项，他们说完成113项，而且代替的这个总体检啦，阿公30项最要紧的30项都已经完成了，结果就在同时就发生什么事情？发生铁轨断掉，发生这个车子啊倒退路，而且普悠玛那个。
那个苗栗下它卡啊，说动力不够又滑回来，是啊，边开边掉零件，有影，嘿啊，加的问题就是讲。我没有办法，会使讲啊，这是一个个案尔，因为回来都阮那国会嘛是一点问讲，为什么？意思我们互你钱嘛会使，互你互嘛人会使讲出这个问题，阮甲你斗3工。有影，嘿，啊，为什么这样按着无头处理？咱讲着吼，这个普悠玛这个事件了后吼，一个总体检吼，头拄仔你讲吼，这个100外项吼，佫有真侪项还未做甲到吼，都发生讲吼真大这个事故意外吼，咱嘛看到讲过去啦吼，这个若是按算安尼起来吼，一天平均代替发生这个1.5件吼，这个小。吼，真细这个事件吼，啊，尾手咱看到讲吼，真正小小的这代志哈，累积起来吼，都变成一条大条的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吼土木工这个技术工会吼，勘查吼嘛有5大欠点啦吼。咱头拄嘛讲吼，就是这个咱西边咧做这个明磅空咧工程的时阵，敢注意到这个西边这个部分的这个施工安全，完全忽略到吼其他吼可能会影响到东正线这个安危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吼无吼。教室设到这个吼护栏啦吼，啊，咱讲吼这个尤其吼是要入这个吼厝的这个行这个人员车辆，拢有可能无小心就安尼滚落去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摩擦这个系数吼，啊应该来加强啦吼。另外吼无。按头拄咱讲的这个监测的这个吼看边的这个系统啦吼，另外咱讲吼施工进程吼无进行到完全的这个安全评估啦吼。头拄咱讲到这个代替吼总体检吼，继续咱搁请教面结啦吼，就是咱看到这个普悠玛事件了后啦吼，咱嘛看到讲代替当阵要顶这个决心，咱嘛看到讲产业工会吼，迄当阵嘛出来吼发表这个声明吼，但是2冬外过去吼，你搁看到啥物拢无做的这个部分，咱继续请教面结。然后那个现场哦，看起来拢是无什么改善啦。啊，从主要有寡安全的防护啊，拢是人力人力。啊，你讲要看什么设备拢无。啊，所以有当出代志啊，拢唔知讲是咱做唔对，还是讲是什么系统的问题。拢无确定啊，所以咱在现场看，咱无什么差，像我拿来车头做代志嘛看。有啥物安全的提升，我是看无啦，是在讲啥物啦？是，其实咱这个产业工会这个理事长王杰过去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若是发生大代志，拢是这个代替内底内部机构安尼就呼过啦吼。啊，另外嘛有讲这个代替内部啦吼，咱讲门户真深啦吼，倒一个部门拢打甲安要甲伊讲啥拢无法度。你是毋是看到安尼代替的这个现象咧？对，即个代志我讲是系统问题比如讲我是应付的嘛那运工机电，一寡物件是咱应付甲机务比如列车或者有这个问题的所在民众会甲反映啦，讲安怎，比如讲车咱一直咧歹车咱是，比如讲后期嘛是机务那个耗资方面的，后期量歹去，车就袂当驶。所以这个问题毋是讲咱咧讨论就好。必须爱个跨单位来讨论。毋过我唔当这样看咧，车头来看，拢无啥物改善啊。比如讲，一寡咱若出问题就变更比赛就比如讲，咱列车的行驶就毋是自动化或者变人工的人工的签一寡公文啊，讲我这要车要驶落去，一定先莫过来等于等我车过去，你甲过来。人工咧作业是真久，民众对，都欢迎讲恁欢迎才真慢，恁做代志咱做安尼，是，去互骂拢是拢现场的人啦。伊讲，阮就想讲，咱本地人敢有改善，还是有啥物件较方便，还是讲较袂阁出代志，毋过怎感觉是拢无要改善啦，毋知是有误会是管理委做，咱毋知影，毋过是就咱来看就是看无啥物。较袂明显的改善。真无改善就对啊。咱看到讲代替红讲做是一个100年的这个老店但是咧老店过去，伊真正伫咧公路咧行的时阵，有伊的这个风光的这个时段尾手看到这个公路的这个行起了后，尾手佫有这个代替这个代替可能伫遮都去用拍去但是遮咱看到讲代替真正爱革新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工会勘查有5大欠点，其实这个曾理事长则佫甲咱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咱即马土木技术工会即马去勘查是台湾省土木技术工会，是伊勘查敢若做一部分，就是讲对于咱即马咱整个列车咱弄入的时阵，咱的隧道内底
有结构安全无 ？OK， 因即摆勘察就是勘察这，咱即摆勘察即个讲，咱即摆列即个5大缺失哈，即摆是透过技术迄个龚祥生伊本身家己去看的 OK， 所以主要是工会伊即摆敢若对咱全面的安全来做勘察，就是讲咱的隧道啊，在第2阶段咱一定要通车的时阵，爱内底隧道结构体无安全的问题，伊检查了无安全问题，伊较放心。安尼哈，对，爱对报告一下。结构的这个部分吼，台湾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吼，工会者敢若是吼，咱头拄嘛讲到，因为这个吼，咱这个列车入去崩坑内底吼，啊，一直挤落，这个车厢嘛已经变形吼，地书讲这个崩坑这个结构是毋是有影响是工会吼，技术者吼，这个进行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嘛要搁讨论到吼，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吼，即阵嘛互话讲，你就要来负责啦吼，啊，伫面车长咱嘛看问讲吼，善后了后会请示负责吼，未闪撇，先做来看。铁路高事故第4天，议员坐镇花莲的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去事故现场关心上新的抢修进度。前一天，林佳龙伫病院现场甲殡仪馆3并走，半暝正式伫面车打出请示文。伊强调，事发第1天就向总统甲院长请示，留落日子毋是留恋，是救援善后。伫抢救工作告一段落了后，绝对袂留恋失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第一时间就讲哈，我会负起最后跟完全的责任。那我也已经请辞。那负责任除了负政治的责任也负能够善后的责任。亲嘴讲出请示，林佳龙接任交通部长以来，除了经过华航机4架中型空服员罢工以外，交通大小事故真多，一直被外界质疑。耶鲁大学政治博士出身的林佳龙，无任何交通专业背景。2019年上任无偌久，第一个面临的大考验就是南方澳断桥意外。2019年10月早起，一台中油油罐车驶过南方澳跨海大桥的时阵，桥身向断去，造成6死意外。事后，搁逼出港务公司接手11年，竟然毋捌检测过这个桥。林佳龙表态救济无上限。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荣被请示核准，暂停这场政治风波。今年2月，西滨快速道路发生71台车因为大幕布对撞的连环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事后交通部开会补破网，林佳龙亲身督军进行道安改善计划。暗过3月，佫发生重大游览车意外，伫苏花公路弄山壁，乘客摔出来，造成6死39伤。交通部马上启动分配调回青台游览车检修计划，要伫进行，佫发生太鲁国河重大货车意外。个人的去留不重要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抢救跟抢修的工作做好。那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那让这一个事故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虽然交通部进行宣示要改革代替，不过敢若今年1月18日，伫屏东潮州发生吊车作业，业死吊车工。2月，佫发生台东海端站电力维修车撞死倒班工作人员，2个事件拢还在调查当中。清明连假太鲁国河排练夺走50名乘客性命。虽然事故责任还在调查，不过这代替有史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事故。逼林佳龙几摆表态，请示是上基本的责任。什么时阵会离开？伊讲等善后工作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吼，这回吼，这个塔罗库吼，这件代志吼是代替73档以来上严重的这个事故意外吼。啊，其实最近这30档代替这个意外嘛是真济吼。咱首先来看到讲吼，1990年代吼，这12月20的时阵吼，伊当阵造成25死34的这个伤亡然后。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1991年吼，甲这个吼2018年吼，咱讲吼树林开往台东的这个朋友嘛吼，就是咱头拄一直讲吼，经过宜兰新马站遮吼，嘛是这个弯吼过弯超速。兵车啦吼排练吼，咱当阵看到是18个人死亡吼，这个215个来去受伤吼。另外伫咧2021年吼2月23的时阵，代替吼台东海水火车头遮吼，嘛是共款电力维修车吼，弄到倒班的这个工人吼，嘛是造成着2死1伤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虽然说这30档，也是讲最近吼，这个事故意外真正侪啦吼，所以有人讲决心就爱代替吼，好好来改革，但是大概讲要改革，拢会拄到这个阻挡吼。啊
嘛人讲林佳良是无专业背景，要来这个吼过去接交通部啦吼，啊后任者伊即阵伊讲话要省市啊吼，安怎来去改革代替啦吼？继续咱个请教教授，教授你安怎看这代替的改革咧？因为阮爸爸嘛是代替退休的，我丈人嘛是，所以我嘛要替代替讲几句话。OK。代替较早嘛是一个真好的企业，但是自早呢，自较早省政府的时代开始，迄阵嘛有省议员啦吼，其实台铁有各种不同的势力去介入它的营运跟工程。OK。所以台铁其实它的包袱很重，加上它有很多的资产。是。那无论将来台铁要怎么改革，我想就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希望政治力不要做太多的介入。OK。好，那也不是说只有工程的人或者是运输专业而已，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它需要有经营管理的专业的人进来去做适当的改革。OK。那这个部分的话，说实在的，无论是今天朝向是民营化也好，或者是公法人化，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原则上都还是以提升台铁本身营运的效能跟安全为主。不过从过去的这些几次台铁发生事故以后的改革来看的话，从我自己观察的角度来说，改革需要的也需要有经费 ，OK， 改革也需要有人力，不是你现在叫他改就叫他改。今天我们说你铁杆的报告这大本，来对百几行的迄个缺失，但是这些缺失是真的都是最重要的缺失吗？好，我们说实际上这些体检的报告都是自己做的，台铁也有介入。实际上这么多的细项的缺失，可能列出来很容易。但是整体性的问题可能没有去解决，好，那因此比较是希望是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些改革的方案的提出的话，能够比较由中立的第三方的公正的单位，而且实际上真的要委托专业，这个专业，假如说国内的顾问公司没有这样的专业的话，我相信有非常多国外的顾问公司也可能有专业一起来做，像是过去。我们负责高铁的大陆工程营造，他甚至于曾经委托过美国的麦肯锡公司，来做相关的诊断。是，所以这个专业本身不是就现在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做就可以。那经过诊断的结果之后，提出来的营运方向一定要给台铁或者是负责改革的人，足够的授权来做，足够的时间来做。因为即使是像这次的工程会出意外，对我们来讲。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不是你不是弟弟的马代替了，你马不是马不好啊。是。我们去想想看，那为什么台积电的工程可以做得这么好，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给小咖后啊，对不？你给他钱，要求公安做得好就做得好，你要他戴安全帽他就戴安全帽，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价钱好。OK。我们的政府又要求进度要快，又要赶工，价钱又不好，这钢钉也当波呢。你说当地营造厂资格不符合，很差劲。拜托你嘛，用这个介绍，你看向面去走了 ，OK， 就无人要走啊，你弟弟干嘛讲？你就把你，其实虽然说它叫做借牌，但实际上它的每一项都是符合法令规范的。有谁说我工地的负责人不能是曾经担任过营造厂的老板呢？假如今天真的有重大的公安的为师，那你就不要让我去做。好，就法令制度来讲。这些作为并没有违法，你也不能说台铁故意放水，没了。公务员那怎么可能去做违法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无论是将来工程的改革或台铁内部的改革，你需要有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更多的资源进去做，台铁才有办法做得好。OK， 就是讲吼，这个可能吼代替的这个改革有分到真侪赞处啦吼，但是头拄啊吼教授讲到吼，这个承包商吼其实过去嘛这个吼一寡这个不良的这个记录，然后头拄嘛讲吼一关暗砍过一关啦吼，咱看到讲2007年当中都违反了这个政府的采买法啦吼，另外2008年的时阵吼嘛去由这个花莲地方法院判6个月啦吼，会当吼用这个罚金来去代替。另外2009年甲2010年这个时阵吼，嘛这个政府采买这个公布列为这个拒绝往来这个厂商啦吼。另外2013年吼，这个伪造吼承包工程内底吼，咱讲吼这个相片嘛是伪造，时间日期吼嘛是伪造吼，迄当阵30定价吼判这个6个月有期徒刑吼。另外咱看到讲伊的这个员工吼疑似啦吼，这是驶到这个故障的工程车吼摔落这个坎卡内底来去过身。另外咧，咱看到伊冒工程的时阵，迄当阵是花莲县政府吼这个桥啦吼，竟然是用到吼收到的这个软体吼咱讲吼乌乱打吼这个假这个吼
这个相片吼，迄当阵吼罚这个55万吼，所以5当来吼，透过无共款的这个名称然后取得咱讲吼这个政府的这个标案吼，差不多2亿然后虽然头拄仔咱讲着吼，可能这个金额是算少的，但是咱讲吼，这毕竟是牵涉到吼规个吼，咱讲公共安全这个部分啊，咱讲吼，其实所有的这个系统性的这个问题吼，咱拢爱甲救出来吼。头拄咱们讲代替爱改革吼，有人讲到公司化是一步吼，条例你敢安尼看咧？你刚刚安怎，无论安怎改革啊，无论是法人化是公司化，都是在支持方向。啊，不过上重要的是代替的根本问题3项：欠人、欠钱、欠担当。像担当，政治人物的担当。然后讲，为什么会使为啥会欠人？因为讲迄班次遮济，遮济站一直设，啊你这辆车本来是走6点钟，要8点钟、10点钟，为什么？因为4个议员、立法委员拢是讲遮爱停，较济班次，阮遮的乡亲爱坐啊，创啥？啊，到时阵就遮就，阮人本来是够，变到无够。是。啊，有遮路线，遮就无趁钱。啊，有些是有必要我度，譬如讲是偏乡啊啥，还是公共的服务。啊，我有当时有些路线应该是卖走较济，卖停较济。是，这是政治的概率伤济啊。所以这就是我讲欠担当的所在。因为为院长、部长啊局长，敢会使为阮在基层呢，把这压力甲挡掉。是。还是真的能够因为阮在法人化还是公司化，是可以真正是换人啊。OK， 因拢共款的人，换公司还是法人拢无差，拢共批啊，有阮一个高层的，共批迄高层应该爱换掉。趁这个时阵，对啊，阮就像教授讲的，阮的专业的团队应该引进，专业的经理会使引进，啊，会使。啊，政治人通啥2项代志，找钱找人。OK， 啊，我就把这些压力给冻掉。OK， 咱讲吼，欠钱、欠人、欠担当，然后欠钱、欠人吼是代替这部分吼，政治日本你的担当就较有叫销咧吼。那么看来讲吼，代替过去甲即阵吼，就是讲有的时阵吼，这个组织定位无较明确啦吼，有当时啊，这个是公务员，佫是劳工的这个身份，有人讲是这个适法性的这个问题。另外吼，铁路使用吼，这个起减劳工吼，就是咱过去来讲吼，公路了后兴起啦吼，买收购这个高铁啦吼，啊，咱们看来讲吼，这个8年老店吼，哎吼。应付着真大这退休金，啊，咱讲吼，这个优待票的这个吼票差啦吼，啊，地属于逐年拢这个欠钱啦吼，还是讲吼了钱啦吼，所以代替咱头拄讲的总体减的这个报告内底吼，伊讲吼按算2028年吼，这个欠的这个部分就来到1879亿啦吼，所以另外咱嘛讲着吼，这个公司化敢会当来去解决头拄吼，无论是公司化是讲这个法人化，咱讲吼可能就是换迄批人吼，这个专业的经理人来去做。经营吼，互伊即个咱讲体质规个吼拢解决了后，才有好多办法吼。咱继续搁请教明杰啦吼，安怎来看讲吼？其实咱嘛有人讲吼，即个工会伫遮吼，咱嘛知影代替有2个工会，一个是企业工会，另个吼是即个产业工会啦吼。其实产业工会吼拢是吼工会啦吼，是较少年的即一代啦吼，甲过去企业工会无共款吼。啊，过去有人讲吼，主动即个改革力量是来自即个企业工会，你敢安尼认同咧？主要是爱看咱是伊主动的目的是安怎。即咱员工看到问题哦，是讲咱一寡代替的问题影响到安全的吼。是。啊，你讲换一批人，换一批人，公司来做，还是讲咱政府来做？啊，来改善，咱都要想看卖。是。啊，咱若是咱是公司哦，啊公司若做唔好，是不是爱政府来监督安尼？那么政府来看嘛，吼。啊，这样政府家己咧做，啊，家己政府都无做好，啊，你讲要讲互民间去做，啊，我就有一个问题啊，你讲做会好。反正政府有做着预算让从嘛，啊，有一寡法制啊、法律的修改啊、立委的监督啊等等的。啊，你若讲这样对公司化问题敢会解决？换一个公司化敢会解决？主要是咱这个问题，毋是讲要公司化啥，主要是咱来解决这个问题。OK， 好。啊，比如讲咱安全系统的设置啊，吼，安怎爱外包的制度上，咱有一寡不良厂商过咱借尸还魂安尼吼。啊，所以咱工会主要毋是讲要阻止公司化，是主要讲咱怎样看到问题哦是，不管是咱家己员工的受伤死亡，啊是咱旅客的受伤死亡，咱家己嘛坐车嘛吼。啊，伊讲这样坐车，啊坐车这问题危险问题拢无解决，啊这样讲要讲公司化，阮就做疑问啦，讲啊这是
万灵丹，若直接是万灵丹交通部干咩公司化交通部是我们上级长官嘛，是一寡政府组织的话，从公司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嘛，应该是就化嘛。是，这是民间的这个意见哈，就是讲公司化就这个员工来看，真正公司化了后这这个系统性的问题都拢总解决嘛是爱拍一个这个疑问但是咱嘛看到讲日本也是好，也是讲韩国也好过去伫咧铁路遮拢有做一寡这个改进因为咱讲欠钱也是讲了钱这个部分，安怎做一个整体质的这个改变咱看到讲那是向日本甲韩国来去学啦日本国铁遮嘛分割来去做一寡民营化这个动作。另外民营化进程所有确立讲要有定定修正，还是讲废除相关的这个法令每次咱看到讲成立国铁事业清算事业团专职处理这个校务的这个部分韩国铁路公司化甲这个铁道这个营运分开管理啦另外咱嘛看到讲过去经历过空时个何丹达个林佳良要推公司化有人讲这个是今仔日自由时报有人投诉啦讲主要的这个主动的力量来自企业工会啦因为讲员工可能失去公务员的这个身份等讲票价会提悬到这个理事长你是安尼看吗？即马当然咱即马拄仔讲的无管讲是咱是公司化，还是讲咱本身咱的企业咱去做改善，是嘛是爱转来讲咱代替就敢若一条大船啦。是你大船你讲要叫伊一直转弯你讲你90度转弯嘛无可能。是，只要讲一直为头前咱改善的咱最主要的是咱讲要提高咱的民众的服务品质。是当然公安即摆是第一个要件嘛，因为你即摆安尼让大家民众无信心的时阵你看下届人坐火车拢会惊啦所以即摆毋敢讲看，无管讲你即摆公司化还是讲安怎做，反正你就是一定爱咱讲的痛定思痛，亡羊补牢。OK， 甲咱的制度规个制度，无管讲咱即摆咱现场要一寡推动的一些安全的计划，还是讲你本身对你的本身你的车辆的一寡迄个资讯的维护啦、系统啦，过咱即摆一般的咱讲即摆的一寡比较资讯化的这安全的措施你爱定出一个咱的一定的期程。当然咱即摆教授嘛有讲爱有钱要有钱。虽然你无经费的时阵，你安怎讲要去，咱讲要去推动这个改革其实嘛是一个麻烦啦，嘛无法度，你无钱无法度办代志所以咱这个制度爱规个去甲处理好代替咱即马讲咱后壁佫有足侪时间啦这安全的措施咱爱因为这个事件，咱来去规个去检讨咱啥物物件爱做。施工安全部爱做咱一寡义务入侵的一些监测上做哪讲爱做的所在，咱整体再去做一个完善的评估。安尼我想才会给咱人民一个比较大的信心，那重拾信心。有影要互这个民众有信心，加坐这个铁轨路，加坐火车其实爱有互咱讲民众看到这个安全这个部分咱讲即时这个铁轨路的这个预警侦测的这个系统咱讲去年甲即阵还是讲今年开始要开2.75亿交通部即阵讲要开始做咱就目睭紧紧看讲当时开始要来动工另外就讲就有钱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立法院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嘛是甲伊注入去，但是注入去了后，咱就好好来监督当时做好势啦另外咱嘛讲到这回事故自这个4月初2啦甲即阵已经第4天的这个时阵，咱嘛讲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到正常这个通车，大家嘛真等的尤其咱看讲若是讲伫咧铁轨路遮登去真侪人都爱行这个公路所以大家嘛咧望啦咱看到讲事故车辆的这个脱离咱讲甲4月初6咱看到讲爱5天的这个时间咱讲铁轨路这个修复可能爱这个1天的这个时间另外咱看到讲这个电车线也是讲这个铁轨路修复嘛是爱1天的这个时间，另外咧。就是讲崩坑内底结构的这个安全可能按2礼拜来完成检测的这个报告提出到咱讲真正的这个建议
真正咱讲崩坑内底结构无安全进程，拢袂当通车，所以一定要安全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济自咱讲安全的这个系统，佮有施工佮有监控包商者是毋是嘛是出一个大问题。咱佮讲到这个施工的这个部分若是量早这个包商伊看到这个事故发生了后真正然后去报案相信这个意外事故会当减轻其实咱嘛看到讲最近嘛有其他的媒体报道讲，哇，伊伫迄这个发生的这个进前10几分钟翕到迄台工程车也搁伫遐，若是讲伊搁伫遐踮伫遐差不多搁10分钟的时间看到迄个事故发生，伊就会上第一时间来去做一寡通报，这嘛讲到咱讲预警侦测系统的这个重要性今日咱讲真济啦所以咱嘛望讲。这款的这个铁路事件，卖过来发生今日非常感谢咱所有来宾嘛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望讲这件事件咱真正看清楚了后，会当卖过发生今日非常感谢，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